好，大家平安好。好，这条题目讲三角形 ABC 甲三角形 BDP 是正三角形。啊，我知影讲角 BCP，这个角是25度。啊，问讲角 ADP 吼是几度吼？好，这条题目要安怎来处理呢？好，首先咱来看到正三角形。哦，咱知影讲正三角形咧，伊三个角拢是60度。好，啊，我先甲写起吼。啊，遮我先慢写吼。好，过来，这个 BDP 嘛是正三角形，所以遮拢是60度。啊，过来咧。好，遮 BCP 25，好，题目原底就有互咱啦。好，所以咱知影讲，遮是35度，35度。好，安尼就知影讲，遮吼，遮是95度。好，啊过来，啊遮60、35，所以遮是85度。啊，遮嘛会当知影嘛，吼，因为即两个加起来是180，吼，所以遮嘛是180。啊，遮180，遮是60，所以即个角是120度。好，啊，题目问讲 ADP，诶，感觉奇奇，遮拢知影，毋过得差一丝仔尔。吼，即两个角要安怎来处理？吼，即个时阵，咱除了看正三角形伊个角度以外，咱知影讲正三角形伊个三个边拢共款嘛，拢平长，吼，拢平长，所以我安尼来处理吼。比如讲，即个三角形三个边拢是平长的，好，我安尼画。感觉色的，感觉色拢平长。吼，我先画即两条就好吼。好，过来，即个较细三角形嘛共款，伊个三个边拢是平长的，拢是平长的。好，我就安尼画，遮甲遮拢是平长的。这时阵敢有发现一件代志？咱来甲看吼，即个三角形。这个边是拿的，过来60度，过来感觉色，拿60度，感觉色。这个三角形嘛共款的，拿的60度，感觉色。就代表讲，这个三角形 PBC。BBC 甲即个三角形 DBA 是相共的，相共的，而且是 SAS 相共，即两个三角形相共。哦，所以呢，咱知影讲，即个三角形，咱甲看哦，遮是25度，吼，遮对应的角是 PCB，PCB，咱就照即个顺序吼，甲 PCB，因为即两个三角形相共，所以甲 PCB 就会甲 D。
A B，好，这个顺序 PCB DAB 是同款的，拢是25度。哦，所以 DAB 伫遮，哦，遮是25度，所以题目问的 ADP 咱就知影，哦，ADP 就是系180度扣102度扣25度，哦，所以安尼是35度线。